宮崎駿再退休，反戰風起了成告別作。喺宮崎駿嘅動畫世界，觀眾跟過佢穿越時空去到風之谷，又見過天空之城嘅爭奪戰，仲響樹窿發現森林守護者。呢一出入面，佢再次帶領觀眾飛上天，但亦都係最後一次啦。風起了係宮崎駿首次以真人真事為藍本嘅作品，以二戰嘅日本做背景，講述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嘅故事，傳遞反戰信息。套戲尋日喺意大利威尼斯舉行記招，不過第三次參戰威尼斯影展嘅宮崎駿並冇出席，只有所屬工作室主席同飾演女主角嘅女星現身。其後星野康二宣布，宮崎駿繼1997年之後再次退休，唔會再製作長篇電影。現場隨即有人發出驚訝聲啊！宮崎駿稍後會喺日本東京親自開記者會交代。72歲嘅宮崎駿喺東京出世，1979年首次擔任電影導演。お父さん帰ろう，帰ろう，お父さん。03年憑住《千與千尋》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，05年獲得威尼斯影展頒發終身成就獎。